整点要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整点要闻，我是洪川。首先是新闻提要。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获得保释。美国要求欧盟维持对华武器禁运。希腊大罢工，4万劳工示威。香港大学生研制电子书。中国大陆100万家具工人接触高毒物质。广东出现罕见万年池花。最后是今日财经消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伦敦高等法院16日维持准许危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交保的原判。法官奥斯雷驳回了瑞典检方委任的英国律师所提出的继续羁押阿桑奇的上诉，认为阿桑奇没有逃亡之余。阿桑奇在瑞典因为强奸的指控而受到通缉，他在被保释后说，他将继续他的工作，并且声明他是无罪的。阿桑奇必须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每天向警方报到，并且要住在前英国陆军军官，也是危机解密的支持者沃恩·施密斯的家中。危机解密最新透露的美国外交电文显示，美国国务院今年2月17号发给美国驻欧盟各国使馆的电文中，要求所有这些使馆维持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据 BBC 报道，根据危机解密透露的外交密电，美国之所以发出这一指示，是因为西班牙驻中国大使今年1月曾对中国媒体表示，欧盟考虑有可能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在中国当局1989年6四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抗议后，欧盟和美国采取了对华武器禁运的政策。希腊工会发动今年第7度大罢工，15号4万劳工上街示威，再次跟警方爆发严重的肢体冲突。据报道，在这波冲突中，至少有30人被捕，20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国会议员。希腊首都雅典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示威导致了学校关闭、航班停飞，公共交通几乎瘫痪。希腊政府为了换取国际1100亿欧元的纾困援助资金，国会于14日通过了新的财政紧缩措施，其中包括大幅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导致工会不满，接连发动罢工行动。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整点要闻，欢迎继续收听。香港城市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学生将为香港中小学生开发电子书 Citybook， 以此推动电子学习。这个非牟利项目是城市大学一项崭新的学生计划，将由本科学生负责开发产品。据报道，电子书形如 iPad， 但却是双面的，和书一样轻巧。研发过程可以使学生们得以深入了解资讯界的需求，启发学生们电子方面的知识。整个过程由工程系学生研制，预计每部电子书的售价将在80至100美元。目前中国大陆3万5千家木质家具制造业的161万工人中，接触苯、甲醛、苯胺等高毒物质的人数达到100多万。工人作业环境恶劣和防护措施不力，导致职业危害十分严重。据中共国家安全总局近日透露，一些企业的喷漆作业场地没有安装有效防毒措施。大陆媒体报道，全国每年因室内空气污染而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11万人以上。广东第一医院的主治医生曾军表示，近年来血液病、白血病，包括一些血液的恶性肿瘤，都和这些有毒的家具有密切关系。日前，在广东清新县金龙洞里附近，广州日报记者12月15日在一处密封良好的洞穴里看到了罕见的石花。据估计，这些石花约有1万年历史了，但至今仍极其缓慢地生长着，形成独特的自然奇观。石花的直径大的不到10厘米，小的只有2-3厘米，它们像永不凋谢的鲜花，生长了上万年。据中国洞穴协会的专家介绍，石花的形成条件十分苛刻，它是溶洞壁或钟乳石渗出的毛细水和薄膜水中的矿物质缓慢凝结的晶体，有时要数百年才能增长1厘米，其化学成分是碳酸钙。下面请听今日财经消息。优于预期的费城美联储指数激励美国股市上涨，创2年来收盘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 0.36%， 收至1149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0.77%， 收至26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 0.62%， 收至1243点。今天美联储提出新的账签卡监管提案，导致 Visa 和 Mastercard 的股价均下跌超过 10%。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股价上涨 1.9%，
有报道称，该银行即将与抵押贷款的投资者达成一致协议，为其股价提供了支撑。今天美元指数表现相对平缓。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到3000人至42万人，比预期要好。11月份新屋开工增加了 3.9% 至 55.5 万座，比预期的要差。费城联邦储银行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12月份的制造业活动指数从11月份已经较为强劲的 22.5 升至 24.3， 比预期要好，而10月份该指数仅为 1.0。 以上新聞是由紅。你係美食家咩？請嚟食家餐廳，呢度係香港正宗燒臘明爐燒鵝燒乳鴿，灣區唯一烤全乳羊，淨得5磅重，仲有現煮煲仔飯，好香啊！你係食家，務必嚟食家。食家位於 Milpitas 環球廣場內，聖誕期間特別優惠。以市民心為心，以市民心為心，以天下事為事，事為事。香港電台第一台，你嘅新聞時事資訊台。個人意見節目，講東講西，現在開始。好啦，林佩理咧就嫁林啦，咁林佩理咧就結婚只係3個月啫，但係咧咩3個月啊，3年啊，3年啊，3年。你以為我又結婚？3年之前好驚啊，真係。我以為你結婚3月嚟做顧問喎，3年都算係唔長唔短咧，你上次咧講到咧，我哋為什麼要結婚？咁好多人打翻嚟就講啦嘛，係嘛？咁個女聽眾咧就問你啊，點最緊要講下點樣最有尾嗰個我記得，好似差唔多臨尾至打嚟嘅。哦，係啊，咁你都冇時間答覆人咁詳細，咁已經夠鐘聽李思維啦。哦，咁所以咧就而家今日咧就講下集。過咗成個禮拜噶啦喎，唔知佢個婚姻維唔維係到喎？個聽眾聽到，晚晚聽。你擁躉嚟噶嘛？你好多擁躉知唔知啊？同埋佢今日都冒住生命危險㗎，再冒一次生命危險。燒白蠟嘅説話。再加上咁凍，係咪凍啊？冇問題，8度都唔係好凍。咁你又講講啦，你呢個答覆呢個女聽眾。哦 ，OK， 婚姻係咪愛情嘅墳墓？定係婚姻係最艱巨嘅人生工作之一呢？我其實就唔係太有資格講嘅，咁但係你唔係知唔知㗎？你係理論家啊嘛，理論家係啊，你唔係一定要做出㗎，你理論得㗎。我講啲理論，但係我今次唔講理論，我覺得你講話婚姻維係之道嘅，通常就係講嗰啲㗎啦，點樣要互相容忍啊，愛啊，呢個體諒啊，包容啊，寬恕啊，啲全部都唔實際。唔實際。最實際係咩咧？就係最實際嘅就係少啲見面。係啦，哇！俾你咁講出我啲人生秘密。點解大家都原來一樣？哇！你好，繼續講。冇錯啦。嗱，我同我個老婆嘅最大嘅相處之道係咩咧？就係盡量少相處。嗱，佢工作就好忙嘅，佢就幾乎係半個空姐咁，一個月呢就有2至3個禮拜唔喺香港。我喺香港嗰陣時咧。我大部分時間都喺香港嘅，咁但係我喺香港嗰陣時咧，我本身都好忙，咁所以咧即係咁耐以嚟咧，好少鬧交。原因咧就唔係話大家即係互相好尊重啊，相敬如賓咁，而係冇乜機會鬧交。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嘅，因為咧好在咩咧？好在咧就係當對方唔喺度嗰陣時咧，你就多數會諗佢啲優點，到直至到等佢翻嚟先發覺原來佢有咁多缺點嘅。咁咧呢個咧就變成咗咧，即係佢嗰個存在咧，變成咗一個咧唔係一個好實際嘅存在，而係喺想像中嘅存在，好似好詩意咁啊！咁通常咧，阿次官正係講咧，話婚姻係戀愛墳墓，其中原因係咩咧？就係因為你太多時間相處，太多機會俾佢去發現、發掘、發明、
對方嘅缺點啊。咁但係咧，如果你結婚之後呢，見嘅機會咧仲少過結婚之前呢，其實呢個係維繫咗、延長咗呢嗰個戀愛嗰個狀態。嗱，其實我同意你嘅，因為有時我都同啲朋友講，你話啊最好嫁個海員啊，因為咧你出海咧，你知3幾個月翻嚟啊，咁啊擺低啲污糟衫，擺低埋家用咁嚇，啲衫乾啦咁佢有時候咧又要同佢執嘢，咁佢又走啦，咁佢翻嚟當然有溫泉一下咁咯。咁咧呢個係即係幾好嘅，有婚姻嘅保障咁啊。咁啊啲人就當我講少咁，咁但係呢個咧都係嗱我哋咁樣咁啱，我哋3個人呢個性情可能比較接近啲。咁一定咧，陣間可能會有聽眾打嚟，未必會同意嘅。咁但係有人唔同意㗎，梗係啊！但係我覺得咧，阿林佩你講有個意思都幾啱嘅，就亦都有哲學家咁樣講，佢用一個字叫 everydayness，即係話日常性。係日常性咧係破壞咗好多嘢，即係當所有嘅嘢都變成係一個日常嘅一啲必須要做嘅義務，或者係叫做 routine 啦嚇，即係慣常嘅時候咧，有時就冇咗你頭先話嗰個所謂詩意嘅感覺，唔好講浪漫先啦，冇咗嗰個距離啊。哦，係啊。我而家咧就有突然間咧，聽完你之後咧，突然間你有個字眼咧非常之疑惑啊，所以要問清楚啊文潔華呢個問題。正話咧，你講到咧婚姻有一個保障，哇呢個字好緊要啦，保障啊，或者咁講啦，保障啊，點解係一個保障咧？嗱呢個咁啊，咩保障物？嗰張婚約保障啊，定係精神上保障？同埋邊個保障邊個？邊個保障邊個咧？互相保障。點解一定要需要保障？點解我會有呢個感覺咧？因為我成日都聽到上一次其實節目裏邊都有提過，有啲人話：喂，我未結過婚都俾我結一次啊，結一次都好啊咁樣。咁就因為人係社會動物咧，好多人要做嘅事咧，佢都覺得好似唔做嗰件事咧，就係好唔安全嘅。咁保障嘅意思咧，其實係情感嚇，情感嘅保障。有啲人覺得，都係要有個歸宿嘅，雖然唔係好愉快，個關係唔好愉快，但係咧就好過冇呢個關係嚇。咁所以保障嘅意思其實係咁嘅意思。呢個好吊詭喎！真係啊！你淨係講呢個第二句好吊詭就係咧，情願辛苦都要受呢個刑罰。或者你哋話我避免咗我唔中意有呢個咁樣嘅辛苦，咁我咪唔結婚咯，咁咪即係好呢個邏輯好清楚啊！唔係喎，佢又話佢係情願辛苦，但係都要人有我有啦，我連晚煎堆啊，人有我有啦，咁呢個世界唔係一定要人有我有㗎，但係真㗎喎，有啲人未生個仔，咁佢又係要生個仔啊。嗱都會有啲人有因為咁嘅做法咧，佢想試下。但係你唔覺得咧？唔好話就係講婚姻啦嚇，即係你話講咩叫意義咧？意義其實包括痛苦啊嘛。即係有啲人寧願有啲嘢痛苦下，都覺得好充實，就好過咩都冇。譬如有啲人係冇辦法忍受自己一個人孤獨咁去生活嘅。其實一個人生活唔係等於孤獨噶，講真就真係唔係。solitude 啊嘛，唔係一定要啊。唔係 lonely。兩個人生活都唔代表唔孤獨。係啊，有一句説話講過咧，佢話如果兩個人一齊，但係咧即係叫唔好話同床異夢話，大家唔夾咧，原來孤獨感仲強過一個人之處。咪即係話文潔華講嗰個呢保障嗰樣咧，其實呢個呢就係好多人結婚嘅動機嚟嘅。原因呢就係好多人結婚係為咗安全感。結婚呢個婚姻呢個制度，從邊個角度講先？等我且聽我慢慢道來，至管嗱，即係婚姻呢個制度作為一個提供安全感呢，其實係即係由來已久都係嘅嘢，好多可以同好多角度理解嘅。第一呢，就係當一段關係、一段感情關係呢，即係未結婚之前呢，你好難認定呢對方呢就係即係你嗰個終身嘅伴侶，或者你就係對方嗰個最愛嗰個人。咁呢，其實愛呢啲咁虛無縹緲嘅嘢，咁唯心嘅嘢呢，就需要一啲客觀嘅證明。咁如果你肯，即係有人講啦，一個男人對女人個最大恭維呢，就係向佢求婚啊。咁即係等於一個男人向另一個男人最大恭維嘅，就可能係請佢做嘢咁啦嚇。咁所以呢，其實對婚姻對女性嚟講呢，對女性嚟講個意義呢，就在於一個肯定，提供嘅一種安全感俾佢，即係喺芸芸眾生之中呢，你係揀咗我。